镜头倒来过来，宜兰大溪有一间国校啊，传出有一个1年的查某老师，会对学生囡仔、即细汉囡仔匹配叫，而且这个老师性地歹，佫会踢伊踢倒。学校表示，会赶紧进行校安通报，按照程序来处理。官府嘛讲，会启动调查，看这个老师敢有不当管教。老师伫课堂顶悬大骂学生，即期考试权乃无戏了，就冲到学生的位，用脚赞背学生的倒椅。弟弟19秒影片互民众翕来，检举老师技术不当管教。那我针对这样发生的事件呢，第一个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校安通报，并按照相关规定以及程序呢来进行处理。根据调查，这位便是宜兰县大溪乡一间国小1年的老师对学生的管教行为，学校接到通报了后，马上进行校安通报，也承诺会伫教师集会宣导，爱正向管教。发生代志的教室，因为学生已经下课拢无人。根据学校表示，涉案老师已经25年年资，是发生代志班级的老师，平常时教学稳定，无任何问题。不过技术不当管教也是公正处理。在教育处这边都要重申正向管教的这样一个方式，那避免学校学生因为老师的不当管教影响他的学习的权益。县政府表示，按照规定开校事会议启动调查，若这老师行为不当属实，会要求学校基处。佮表示老师应该正向管教行为，避免任何不当管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